新疆维吾尔这个民族，因的祖先到底是啥呢？为什么到即摆这个民族的人文风俗甲历史，也是会当保存家己的风格呢？拍开世界的门，来看咱的报道。讲到新疆，联想到新疆民谣，这民谣大家拢真熟。你要是嫁人，不要嫁给别人，一定要嫁给我。完全关闭的新疆维吾尔民谣甲舞蹈。对于演奏者手中的乐器为例，会使看出维吾尔文化起源甲脉络，尾头琴是为蒙古来。鼓吹、二白、手鼓、五弦琴甲片仔，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活跃伫新疆盆地、龟兹、沙车、吐鲁番、和田、高昌、苏勒等各文明透过交流，这个乐器传入中国，丰富了中国音乐的内涵。今麦考古学家国家服装设计师合作，彰显西域各国贵族的绝代风范。讲到新疆风土民情，即马新疆称之为新疆维吾尔族的自治区，平均气温伫摄氏30度以上，暗时气温真低，热天日时出日头时间差不多是10点钟至12点钟。大陆型气候正是瓜果生产、累积糖类等等有机物质上适合的条件，所以讲新疆又阁有瓜果之乡的美名。小麦啊，棉花是农产的大宗，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矿、黄金、稀土等等矿产，伊的量是中国数一数二。另外一种会使用伫航太甲核能领域的战略金属皮，伊的量是全世界第一的，比稀土更较贵重。即马新疆人口的比例，维吾尔人占45%，汉人差不多是40%。汉人大部分是中国，在1949年立国了后，移民新疆开垦也是固守的兵团。讲到宗教，为汉代魏晋南北朝到隋唐，这个宗教多元化，佛教上流行，同时佫流传着道教、摩门教、波斯的拜火教，称之为景教的基督教甲伊斯兰教。9世纪末到10世纪前，恢复的可兰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，形成佛教、伊斯兰教并立的局面。到14世纪，蒙古查核台汗国时期，为了方便统治，以武力推行伊斯兰教。伊斯兰教才会变成当地宗教的主干。一直到即马，就风土、宗教、人文来看，新疆维吾尔人有真正的内涵，真有特色。